到2026年啦，而家都仲有人信查白蘭地可以生發。30秒話你聽，偏方究竟點樣毒害緊你嘅毛囊？高濃度嘅酒精會用解頭皮本身需要嘅油脂，搞到頭皮非常乾，屏障受損，仲會引發毛囊發炎，加劇脫髮。搽到個頭皮紅晒發炎，梗係啦，山姜裏邊嘅落姜酚會直接令到毛囊萎縮，科學研究話明會萎縮37%㗎，梗係洗到甩晒皮啦。高濃度嘅鹽水會抽走頭皮細胞嘅水分，導致頭皮極度乾燥，脫水環境更加會令毛囊萎縮。呢啲方法根本救唔到甩頭髮，只會摧毀咗你頭皮。2026年啦，而家嘅頭皮護理已經進入咗細胞通訊嘅年代，唔用偏方，只信科學。核心方案就係愛美體頭皮護理，簡單講就係用納米級嘅信號蛋白，直接喚醒你頭皮入邊休眠緊嘅毛囊，修復受損細胞，安全溫和，唔使打針。首先用 AI 幫我哋分析頭皮詳盡嘅報告，唔使再估下，再配入微針導入，可以將愛美體直接達到毛囊嘅根部，吸收率提升5倍。根據臨床數據，3次療程就可以減少你脫髮達60%。所以想改善脫髮，真係要相信科學，唔好再用自己塊頭皮嚟做實驗啦。關注我同埋分享俾你覺得有需要嘅人。下集教你3步分析你嘅頭皮衰老程度。